每一天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8月29，何西阿書14章第4節安尼講：我要醫好伊的背叛，我要白白聽因為我已經對因煞我的生氣。三甲來祈禱，甘心白白聽阮的天父，阮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信實無改變的上帝，你是有憐憫、有恩典、無快快生氣，有豐盛慈愛的天父。一切美好的賞賜，甲一切完全的恩賜，攏是對你所賜。你無改變，嘛無轉動的影，因為你是守約、是慈愛的上帝。主啊，總是阮常常誠做背約的囝兒，阮要真心來持守家己所立的約，阮親像浪子離開你遠遠，直到阮是得罪你命定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，因為你應允要醫好阮的背叛，要白白來聽阮，因為你要煞你對阮的生氣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感謝主，伊應允咱，要醫好咱的背叛，也將伊的恩典，甲伊的疼痛，白白賞賜咱，因為伊要煞對咱的生氣，甲咱有定心好好的關係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